明年1月13号特别选总统甲立委，有劳工团体各学者是呼吁参选人应该针对国内计薪的问题、个年金改革、甲劳工的权益来提出相关的政见。 2024年台湾要选总统和立法委员，台湾劳工电线和其他民团学者15针对未来劳动政策甲方向提出建议，希望政府和要参选的人会当提出相关的政策和政见，内容包括解决计薪的问题、年金改革和提升工会的组织等等8大面向。其中劳工电线秘书长孙友莲指出，即马上要紧的就是上计薪资法要紧通过和年金要破产的问题。我们的产业界只想有廉价的劳动力。 还是在过去长期以来打压台湾工资的那个思维之下啊，在经营啊，说最急迫的话，我相信没有人可以回避劳保年金在2028年左右会基金用罄的这样的问题。 今年侪产业拢在发欠工，但是台湾劳工电线认为这是假议题。比论政府已经投入真济资源，也和学校合作要栽培愿意留伫女小业的人才。每手这学生留任率无到6%，但是业者无想要出女权的薪水去请人，人才留袂调。秘书长孙友莲呼吁，欠工就是爱塔关薪水，才有可能请会到人。另外，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张玉明嘛呼吁赶紧通过上计薪资法，保障少年朋友的劳动条件和生活品质。 每一次在基本工资审议的前夕，乃至于到每一年基本工资的调整，其实年轻朋友都承受非常高度的不确定性，因为我们无法确定明年我们的薪资脚步到底有没有办法跟得上我们物价的调整。伫蔡政府执政期间，基本工资虽然有起半改，但是在中间通货膨胀物价直直起，而且上计薪资法的草案早就伫2016年送到行政院审议，到当也未通过。张玉明呼吁伫这届立法院的会期内，就应该爱赶紧立法通过，才通照顾到拄踏入社会做工课的少年朋友和弱势劳工。记者卢尚如、谢桂林台北报道。